你學習今夜落葉，淨係觸風一齊手法，暗地裏受無常影響，其實已經係最好嘅術數位。釋迦講嘅係悟神論，前面4個妙林排列就好似滿天神佛同你惹七音變化，呢啲其實都係我哋中國嘅悲劇。世界上嘅問題唔係錢或者權力可以解決，淨係道德機制先至可以慢慢改善。我哋推廣十家學說，從頭再諗過。如果你同意金兵冇超越十佳，或者你分唔清佢當年嘅巴黎語法其實係假傳播根據，咁你就等於反污染真理，錯過嘅時代。回應中律，佛教明星同香港符號親自推廣香港佛界嘅復產者郭照明博士，係而家香港佛教節嘅代表人物。佢係先秘佛學會嘅會場負責人，亦都係香港同國際佛教界對呢位復常者嘅評價。而家就係圓融普度眾生。幾年前，香港佛教界根本唔知道有郭照明呢個人，更加唔清楚有個先秘佛學會嘅組織。點解今年突然間全世界都開始傳播呢位傳奇師傅嘅故事？講出嚟真係好傳奇。講真係好傳奇。佢失去咗2世億萬富翁嘅身份，之後又攞到佛學博士。雖然聽落有啲怪誕，但佢真係有實戰神通。咁講落去，係咪覺得好迷惑呢？其實呢啲絕對唔係空穴來風。今年年底，郭照明會去斯里蘭卡科倫坡，去當地最頂尖嘅佛教學府參加頒予榮譽博士學位，仲會同尤僧洛面洛波主持生殿。當喺啱啱到達4國都市圓頂嘅時候，因為當地有佢舞動，總統特登安排咗國防同國家安全局嘅人，仲有好多警官組成護衛隊，沿途有4架電單車開路。喺異國賓利同接待之下，斯里蘭卡作為佛教國家，俾咗最高榮譽同威望嘅歡迎佢，連祝銘曾、德德華上德、郭照明金睛都未試過嘅高規格嘅待遇。喺國際佛教界都引起咗極大關注。佛教界仲送咗佢一個稱號，話佢係當代帷幕清劇，意思就係菩薩嘅化身。而家成個國家都好重視呢件事，僧侶雲集，財氣飄揚，全國電視台同幾個主要媒體都做咗重要報道，政府官員同中國使館代表都有出席，場面好有尊重。香港佛教界都覺得呢個係一個殊榮。寫到呢度，筆者其實唔係想特登加嘅恭維說話佢哋嘅成就入邊。但係佢能夠有機會成為騎士，呢個轉變真係為社會同出家人帶嚟唔少鼓舞。喺童年時期好艱苦，喺嘅3代人都喺香港生活，屬於社會底層嘅勞動貧苦家庭。佢哋嘅家庭背景之下，所謂苦難其實就係一種磨練，頂唔住嘅人就會倒下，有啲人甚至會走上家庭破碎嘅路。相反，如果能夠由衷咁去面對，將苦難當成一種動力，咁你嘅意志就會越嚟越堅強。喺童年時期受到壓力，反而變成佢哋潛在嘅推動力。佢喺12、13歲嗰陣就離開咗屋企，想揾條新路行，但係身無一技之長，又冇細個，成日都唔知點算好，容易喺社會上迷失。佢哋淺嘅地方住，唯有瞓街，每日都要靠托缽揾食，生活好艱難。啱啱喺呢個時候，有親戚朋友介紹佢去救龍王路嘅學校讀書。學生未畢業就已經結咗婚，喺社會上揾緊屬於自己嘅路，做過好多唔同嘅工，邊有機會就變做，遇到困難就轉工。無情嘅社會磨練嘅嘢，堅強不屈嘅意志，壞事都可以變成好事。咁佢又點樣成為一個百萬富翁呢？咁有一種無窮無盡嘅慾望，呢種慾望都係推動咗向上爭取嘅動力，或者可以話係極強嘅創造力。為咗知道自己需要有個機械工場，所以佢揾咗威秀利器嘅老師傅做學徒，喺街邊幫人修理器材，做咗唔耐，賺到啲錢，又賣咗啲陶器，之後就自己做咗睇鋪頭嘅小老闆。佢做事好認真，親力親為，慢慢人脈都多咗，所以就開咗間修理廠，打好咗基礎，或者可以安定落嚟。但佢嘅慾望已經被激發咗，為咗擴展事業，佢對娛記界產生嘅濃厚興趣，所以佢單打獨鬥咁去揾新路。佢既唔怕困難，又唔怕同人唔同路，根本唔理會嘅障礙，咁樣唔就等於可以暢通無阻咁行落去，佢胸有成竹，
完全唔理會同人溝通有咩障礙，佢相信自己有能力打通所有難關。玉揮花修真本身就通曉，佢本來就識教談事，佢喺麥處坐鎮，原本就識講英文，或者麥有啲笨拙咁講，七講八講，最後金百億都坦誠咁去做生意，付咗錢之後將貨運返香港，咁樣做貿易雖然唔算多，但幾年之間都賺咗唔少錢。去到60年代，佢已經算係非常頻繁咁賺到上億。去到80年代，佢已經嘩然成為香港嘅億萬富翁啦。佢係點樣發達起身嘅呢？優點好重要，呢啲都係大家都知嘅事。入到70年代，做地產成為熱話，所以發達嘅，但都唔可能咁快，成敗都係被運氣壓住。我同佢傾過幾次，佢劉志珍就好簡單咁講清楚，眼光幾好，加埋運氣。其實佢信佛唔係發達之後，而係致富之前，可能喺嗰個階段，佢個人比較平靜，對探索宇宙嘅問題有好強烈嘅好奇心。同樣都會諗，點解會窮？點解會富？明明大家都想要一樣嘢，點解會有聰明同愚蠢之分？究竟係命運定係上帝主宰一切呢？佢帶住好多解唔開嘅疑問，去咗金會書院同香港中學搞咗校外課程進修，接觸到詩學、社會學、哲學、宗教學等等範疇嘅知識。最令佢觸動嘅係佛學入邊講無常、苦、空，仲有宇宙嘅道理。佢亦都開始修持般若波羅蜜多，努力精進。佢話如果我早啲遇到未出家嘅嘢，佢就會係我嘅師父。講起呢件事，當佢繼續追尋呢個原始地天嘅時候，佢去咗香港救龍坐登到美女老具處探訪室，竟然遇到咁祝成王僧。當時佢已經出家喺度坐，之後換咗位，金珠介紹之下，佢就去咗淺超，向呢位詩人同張定禮行禮膜拜。女老具聽到之後，用充滿慈悲嘅語氣嚟講，呢啲都係世間法，蒼師主持上同下都只係輕微嘅傷害。佢虔誠嘅同師父講話，尋日我曾經講過，如果我早啲遇到你出家，你就會係我哋師父。同聽完呢番說話之後，連聲話有緣有緣。喺處理完情事之後，啱啱又遇到新結團妙法寺舉辦半地接債節法會，佢報名參加，發揮國力。其增慶歸結怒火，正正就係因為受到誤解，承擔藏苦七世佛地牢嘅使命。大約過咗1年，台灣生生老法師主持團結法揮，為咗更上一層樓，發菩提心，提前受皇授菩薩戒。呢個係喺以結婚作為起步，呢個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到嘅。琪琪你為咗追求無上道，必須要斷絕世間情愛，先可以落髮出家，現出比丘相。佢嘅氣勢非常突出，甚至佢哋個性同願力都係冇人可以阻擋，真係好犀利。於是大家成全咗嚟，放下執着，讓佢去修行。喺佛、喺蘇、喺台灣嘅節氣火中，佢都遵守佛教戒律，對自己要求好嚴格，成為一個純粹修道嘅僧人。每日清晨上殿誦經，日常事務布施、參禪、大作，休息時觀生。老法師都會同大家講解事情，發揮佢喺市場、教會等多方面嘅力量。為咗真正投入佛教，深信因緣，為咗創造更多有利條件，佢終於決定嘅增香園設立劇團，呢個就叫做在佛在蘇。佛家話呢個係修菩薩道嘅一種變通方法，舞台就好似一個僧人嘅修行舞台。喺神聖喺舞台上展現實嘅菩薩道，成為佛教4眾弟子之中嘅楷模，唔少人都受到鼓勵，覺得好清妙。和尚住喺荒廟、拉瑪儲德等地方，招納舞台，大多數都係求智慧嘅聖地。佢去到舞台，唔再覺得羞恥，正式踏上咗修行之路。佢喺上面有醫生同嘅電話傳授喇嘛教咗米飯，唔係隨便邊個都可以學到嘅，唔會隨便傳授俾人。之後佢終於實現咗米相授，因為佢學咗如米教嘅修持秘法，好多出名嘅紅房、上層臘馬、食粥、觀香、接引等等都冇揾嘅。喺秘法傳承入邊，佢係燕西相稱嘅後代。俾女記者訪問過，佢曾經咁講過，所謂打線其實就係可以通過自己演繹出嚟嘅道理。迷就係宇宙本體，其實係一種現象，
要經過羞恥先可以印證到嘅道理。佢甚至嫌米商法嘅廟無窮無盡，所以佢成立嘅現尼佛學會目標係弘揚願教、離教、度化有緣人。因為佢喺舞台閉關之前一飛沖天，佢成立咗現密佛學會之後，喺香港九龍唐僧師道4號特館呢個地方，由官方書同梵能一齊放低，為需要閉關修行嘅佛地人提供場地、貨幣同必需品，仲有轉失影。雖然個學會提供咗咁多優越條件，多年嚟都冇人去開關，即係話唔好輕易放低佛講嘅魔法中菜章，要慎重。所謂放下屠，立地成佛。喺呢番說話之下，吳宇芬都未能夠真正放低修道。雖然有啲怪誕，但佢又真係可以施展神通。好多年前，佢喺香港受覺物戒，喺台灣又受咗菩薩戒。但係喺夜晚初入與夜總會，仲同社會有來往。呢啲行為喺傳統佛教徒眼中嚟嘅，就好似違反規矩，覺得好怪誕唔正經。但如果從南傳佛教或者藏傳佛教嘅角度嚟睇，其實呢啲根本唔算咩怪事，係好正常嘅現象。有一日，佢請我同台灣佢嘅信徒一齊食飯，台上有嘅素菜。開飯之前，佢先同張仲年、端周宇超一齊睇下佢。當中有2位女青年係佛教徒，無意之中飲嘅雞湯嚇到即刻唔敢喐，覺得好唔安樂。佢即刻解釋話：我已經念咗咒語，超度咗佢哋嘅，冇事嘅，唔使擔心。但係喺呢個問題上，南傳僧侶同拉瑪氏一齊共事嘅漢傳佛教徒就未必認同。係咪因為理解上同習慣上有啲唔同先會揀呢？有一日，遊琴舞去嘅符號會唔再喺舞池度呃人跳舞，反而喺度為舞女嘆氣，問佛力點解可以解答呢個謎。佢話舞女呢類人點樣先可以洗淨佢嘅身上嘅毒素呢？法師佢又入唔到我喺度，唔係應該先講法咩？佢講落去都唔怪得人啦。前幾年佢去咗美國洛杉磯，佢話唐傑有2派幫會準備開片用動物咁解決糾紛，其實呢2派暗地裏都係佢一手搞出嚟嘅，所以佢就喺中間用佛教因果嘅理論嘅調解，說服佢哋嘅。佛經上面都講災難可以慢慢化解，點解唔可以先幫手打呢？有一次小米療程，流沙上嘅時間可以話係油，仲有啲更奇怪嘅嘢。仲有就係佢竟然可以壓制獸醫唔好禁病。香港有位名流就係因為得咗內臟病，醫極都醫唔好。呢位律師嘅家屬問佢有冇法書，特登請佢去睇下，佢就企喺病人面前，喺病人鬆口度摸咗摸去，喺嘴入邊念住咒語，勾勾聲不停咁響。聽講調理得好，竟然氣都順翻晒。仲有個女信徒，個女得3歲就得佢冇奇怪嘅病。試過各種偏方、誓言、藝術治療都冇用，最後請嚟去睇下個女仔，結果個女仔都好翻晒，恢復正常。有神通嘅拉瑪都會有嗰啲神秘嘅功能，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靠聖靈都唔係一樣會出現咗類似神蹟治病嘅效果咩？建立國際分會 YMBA 嗰陣，佢講到自己未來弘揚佛法嘅計劃時話：我揾翻嗰啲錢唔係用嚟享受，而係用嚟佛教需要嘅地方。中國路上唔少寺廟、僧尼、佛學院，佢經常捐錢幫手。1988年，廣東嗰邊佢已經捐咗幾萬蚊。今年斯里蘭卡發展，佢又遠程資助建設，老人家漸漸已經咁都冇執着。供應局同中國佛學會潮鋪處會場都讚揚佢嘅功德，仲送咗副對聯俾佢。劉波羅米士舉出4無量心，講得好有深度。由此可見，佢真係一個真正修行嘅法師，越修越有福氣。實際上，好多有錢人因為唔明白佛法，所以都會吝嗇，唔肯布施。佢越幫人，賺嘢錢就越多。唔少飯施出去，好似撒種咁。表面上好似少啲嘢，但實際上收成比原本多咗好多倍。呢種力量就叫做廣之富，功德無量，都可以理解為財富無量。對佢嚟講，佛法帶俾佢無窮無盡嘅收穫，佢亦都樂在其中。
所以佢計劃利用原本各種有效嘅條件，喺世界各地成立顯密佛學會組織，吸引更多人信仰佛教。佢話佛法係問，佢認為香港佛教嘅組織上遠遠追唔上時代潮流，對比基督教同天主教仲有好大嘅差距。佢非常重視青年，認為佛教青年有超級理想同熱誠去發揚佛法，正正就係需要佢哋去努力耕耘，未來先至會有好嘅成果。基於呢個觀點，佢計劃成立一個有規模嘅 YMB， 即係佛教青年會，效法基督教青年會嘅組織，令古老嘅佛教都可以煥發青春。佛祖舍利將會送香，並且由世界僧甲會秘書負責。揚為普拉沙納循道槍迎節，係成個科倫坡機場金道利亞。新年期間，89年年6，香港縣離佛學會徽章過照明玻璃令，組成咗個招生團，前往斯里蘭卡優學戀旅遊有限公司。其實方界香道半港呢啲只係好普通嘅旅遊團，喺香港幾乎每日都有咁嘅團出發。去斯里蘭卡有咩咁吸引呢？邊個知呢個以過照明波位嘅招生團真係唔同，方向力逼住。如果唔係稅團參加，簡直唔敢想象可以收到佢嘅得益。就算嚟講，呢個都係非常意外嘅驚喜。我哋過境到達斯里蘭卡之後，喺機場首先有街衛秘書長為普拉沙那法師解釋，呢位法師喺國際上都好有聲譽同地位，佢出現令成個機場都覺得好驚訝。如果唔係有特別嘅活動，呢位法師係唔會親自嘅接機嘅。當晚我哋就住咗喺 Golden Star Hotel Negombo。第一日一大早，我哋搭咗新款旅遊巴，再帶我哋去到偏遠嘅林中，沿住公路慢慢行，邊行邊有導遊用英文介紹斯里蘭卡鄉村嘅情況。途中有位導遊幫我哋做咗粵語翻譯。佢係一位非常聰明又有魅力嘅女仔，為屋企留低咗美好嘅印象。我哋跟住行程去咗 Angle Gamble、KRNDY 等地，仲有當地嘅香料園同餐廳，好似皇家植物園、手信店等等，呢啲都係旅遊團必去嘅地方。不過感覺有啲過時，佢啲咩特別之處，例如話嘅新意。而家我將旅遊團唔同嘅資料喺出嚟同大家分享，講下辛巴揾到利佛亞設立所謂佛牙舍利。其實就係500幾年前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留低俾信眾嘅聖物，呢啲舍利係唔會損壞嘅。當時釋迦牟尼佛圓寂之後有好多舍利，呢啲就係佛陀修行圓滿嘅具體表現。中國好多寺廟喺佛陀圓寂之後都保存咗舍利，基本上每一位高僧大德圓寂之後都會有唔同嘅舍利留低，好似靈骨、舍利子咁都會留喺寺廟入邊。而家喺中國北京、斯里蘭卡同埋康體古今佛寺都仲保存住佛牙舍利，大家都希望可以一睹佛牙舍利嘅風采，呢個都係信眾最大嘅願望。如果喺趙根德事務員幫手，我哋根本佢可能有機會親身去到現場，親眼睇到世界聞名嘅佛牙寺 Temple of Tooth 呢個咁有名嘅地方。呢座寺廟有住宏偉嘅大殿，四周都係精美嘅欄杆。我哋到達寺廟門口嗰陣，燈光啱啱亮起，好多人好似朝聖咁湧入去。寺入邊傳咗咚咚嘅鼓聲，感覺好震撼。喺大殿入邊有幾個着住傳統服飾嘅年輕人，跟住節奏跳咗跳去，有啲吹住長笛，有啲拉住絲竹樂器，全部都係後生仔。周圍都係遊客，大家都唔敢亂咁接近佛牙舍利，因為國家有規定，只有特定日子先會對外開放。等人可以上樓去佛殿入邊參拜佛牙舍利，我哋只能夠喺外邊望下，睇得入去。不過能夠睇到廟入邊已經覺得好幸運啦。就喺呢個時候，我哋團入邊有人叫我哋話有啲咩事發生嘅。大約過咗5分鐘左右，有對夫婦好似完成咁嘅神秘儀式嘅2個人一齊行出嚟。據講呢個廟入邊曾經有位叫拉特納科納嘅人被選為皇帝，地位好高，佢負責開佛門，喺手上嘅鎖匙全國得3把，分別係報觀、三師僧、王總統。普拉沙納法師就帶住我哋行駛最前面，帶領我哋一齊上樓，打開佛殿做光耀嘅佛事。
佛雅就設立喺我哋眼前，喺紅地毯上，我哋每一個人都集中精神，每個人面上都流露出無比專注同幸福嘅心情。喺我哋當中有一位係住喺香港嘅朋友，佢叫麋鹿仲林，曾經喺宿院施過百德，係我哋嘅好朋友。因果報應，佢都經歷過古義園記義園事業。據講佢係一位天主教徒，嚟到佛塔前面，佢都忍唔住同大家一齊跪拜嘅。喺兩位朋友都跪低嘅，佢自己都默默咁祈禱。隨團嘅女作家潘留代平時從來都唔拜佛，今次喺佛塔前面都跪低咗。喺呢個場合之間，皇帝仲答應送佛陀俾我哋，仲話會特登設立一個缽供奉地點，冇擺放。聽落好似天方夜譚嘅傳奇。斯里蘭卡嘅皇帝竟然答應將無價之寶嘅佛舍利設立送俾香港嘅郭兆明。呢段經歷係咪真係好奇特呢？國會議員為咗迎接貴賓，就安排咗我哋一行人喺馬里國際機場 Mali International Airport 落機。之後大家一齊上啲車，途中仲試睇下當地嘅小食，最後去到維克倫區入住咗 CE Long Intercontinental Hotel。一大清早，有4位團員已經起身準備好，剩低4個人：郭兆明、秦宏曉、陳建忠同潘志堅。因為普拉沙那法師邀請我哋4個去拜訪衛國會議院，我哋去到啲屋企，呢位接近60歲嘅老人家精神奕奕，行路都好有力，態度親切，仲帶我哋去客廳飲茶，並且介紹咗收藏嘅古董加相片俾我哋嘅。普拉沙那法師話佢唔係佛教徒，係一位熱心公益嘅社會主義者。過咗一陣，我哋就去咗附近嘅郊區，落車嗰陣，唔遠嘅地方傳咗一陣陣響亮嘅鞭炮聲，跟住再聽到車輪碌碌聲響起，喺樹林之間，兩旁企滿咗一班男女老幼，開心咁望住原本嘅貴客。紅色嘅條幅升降之間，映照住熱烈歡迎。照明波燈子劇就喺橫幅下企住，隔住火堆，着住啱啱繡好花嘅冬天短體。咁着住咗衣褲，腰間掛住長形嘅中間粗糧斷劍，佢便橋便條都係長身嘅。咁到歡迎會場地，有4個姑娘着住長沙炮，頭上戴住花束，雙手捧住鮮花，熱情咁送俾佢賓。會場上擺咗台凳，坐咗好多位斯里蘭卡嘅僧侶，佢哋着住橙黃色嘅袈裟，好似僧侶裝咁。仲有5位嚟自中國北京佛學院嘅留學生。佢哋見到自己嘅同胞，佢一齊受到熱烈歡迎，覺得特別親切同光榮。喺歡迎會上，呢位國會議員致辭，特別向果照明博表達咗深深嘅敬意。之後果博講話，佢話為咗發揚佛陀嘅慈悲同主義精神，對於受苦嘅人要特別關心，要照顧佢哋，愛護佢哋。呢種愛係大家互相關懷，只有咁樣，世界先至可以和平同幸福。佢將成個村落嘅情況都記錄低，仲用自己嘅名義將9年嘅經歷流傳落嚟。喺呢個地區做咗好多特別嘅貢獻，幫助咗唔少地方解決困難。劉聰幫助咗唔少無家可歸嘅人。喺呢段時間入邊，青夏果照明博仲自發興建咗幾間義務老人院，可以話佢真係起到咗帶頭作用，推動咗眉山地區嘅慈善事業。運動之後大約過咗幾日，兩米書會都會慰問咗，俾咗經濟安慰，但係佢覺得每個城市都會有一班受益人，統治權即將會有更大嘅寬容同準則。喺主持典禮會嘅時候，郭波咁樣講：各位兄弟姊妹，難得大家咁遠都睇到呢度，同屋企人一齊，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雖然我嚟自唔同地方，國際背景同玉都唔一樣，但大家都一樣渴望得到和平，分擔住同樣嘅眼淚。安定同快樂嘅做生意係大家共同嘅目標。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去做電線生意，再次衷心多謝大家。不過有一點好重要，我唔係因為大家都係佛教徒先去資助你嘅。如果係咁樣做，佢就等於喺世間製造分歧同悲劇。佛陀對所有人都係慈悲平等嘅。至於我自己嘅精神，我係以作為宇宙一份子嘅身份，經過佛陀教導人師道德美名同本體修養，大家都充滿希望。庫德勒嘅願望同古語講：當我解決咗自己面對嘅問題之後，
就會將其他自願承擔嘅風險分俾所有人。雖然每人分到咗可能好少，只能喺有緣者之間發揮，希望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又試下用唔同方法去實踐，兼且以輕鬆嘅方式將不平等級嘅人帶嚟至精神，將呢啲理念傳播開去。我哋雖然唔可以完全改變世界上所有不平等同急切嘅問題，但係部分按照和諧嘅方式去做，應該都可以達到我喺度所講嘅主導家智慧，成就幸福如意，並且將今次自助中間家園嘅所有功德推廣到普及宇宙，令到佢哋都可以喺能力庫入邊享受到更原始嘅世界和平同埋人類幸福。最後特別多謝亞洲宗教和平，多謝世界僧家會主席、秘書長羅毅數學院波微普拉沙那法師，俾咗我一個修持善行嘅機會，亦都感激佢哋促成我可以再次同階位直接或者透過媒介有關聯。多謝各位。普拉沙那法師特登帶領我哋參觀著名嘅學校，並且介紹我哋俾校長同埋負責人認識。教授介紹園校情況時話，呢度係斯里蘭卡專門修讀佛教嘅學院，學院有5個年級，一共有300名學生，每年都收取本地學生學費全免。至於外來學生，嚟自泰國、中國、英國、美國同蘇聯等地，學費就要自費。泰國嘅學僧由泰國政府負責，中國學生就有 Dr. Wu Pulona 係果照明博負責教學同生活。Dr. Wu Pulona 都係學校嘅創辦人之一。儒學有2種選擇，分別係因果等級，稱為都會考合格或者同等程度。完成4年制嘅佛學課程同英語課程之後，可以攞到佛學學士學位，之後可以選擇進修碩士課程。3年制嘅哲學碩士課程最少都要4年時間先完成。教學同課程方面，英文、斯里蘭卡語同巴利語課程都屬於南傳佛教。佛教嘅教學內容入邊都有比較宗教學嘅部分，包括藏傳同漢傳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同回教嘅比較研究，亦有專修巴利語嘅課程。除咗理論課，每日都有靜坐同修行嘅實踐指導。呢度亦都做咗好多原始佛教同巴利語方面嘅研究。學院辦咗幾本有權威性嘅佛教學術雜誌。郭博認為，原始佛教最顯著嘅宗旨熱成就，對於追求解脫有好大幫助。佢唔單止係一個佛教徒，對佛教學同斯里蘭卡嘅佛教事業都好有貢獻，係一個有德行嘅人。好希望斯里蘭卡同佢嘅佛教學可以成為推動世界和平嘅中堅力量。趙明博士修持離法嘅時候，佢特別重視放生，即係話對所有有情同所有動物都要有慈悲心。前隊趙聖團8位成員話，喺出殿前，喺佛教徒對慈善事業最有興趣，所謂護法，大家都毫不吝嗇嘅拎錢出嚟，去土方買咗4支月白指數之物，叫做害六控方法。去到1990年4月5日，我哋4個人坐咗嚟到呢間寺廟，屋企起咗10個長方形嘅唐石磚作坊，底下係哈鞋德。生活得好，再招多4個人手。郭少明爬上道作七法嘅4肢紋風不動，吩咐嘅溫暖，似乎覺得好運嚟緊。周圍佢哋唔少船，黃跑嘅斯蘭卡森，仲有2位中國後生卡參加生會生，就喺導師郭照明傳奇情款秀元林海清心拋咗嘅，仲有患有簡化文德夾殺，佢會受到菩薩嘅通靈力加持，念照蒼離經舟，微微合埋眼簾，盯住風吹都唔喐。為咗普拉沙納發誓，清風決午，茶室入面天上落住重重震動，傾偈傾到6空都有情。